鐘楚曦同趙露思咁靚有咩唔同啊？一個咧更加似紅地氈上邊光芒四射，成身都寫住這就係女王；另一個私底下就係軟綿綿綿又可愛，一笑起身你就覺得成個世界都變甜嘅。所以佢哋兩個咧，其實就好似美術室入邊嗰兩種顏料，一個就係色彩好飽和、不足大膽嘅濃彩油墨，另一個咧就係色調柔和、不足輕盈嘅淡彩水粉。而決定你適合邊種畫法，其實就係你天生嘅人生對比度。你睇下鐘楚曦啦，濃彩油畫極致綻放嗰種視覺衝擊。鐘楚曦嘅美係帶有侵略性同宣言感，佢哋骨相極之優越，面部摺疊度都好高，線條分明又銳利。成個人好似俾人精心雕刻過嘅，而且喺五官好有分量，特別係豐滿喺嘴嘅同明亮嘅眼睛，存在感勁強。呢種硬件就注定咗佢係嗰種高對比度人生嘅大女主，所以佢可以駕馭到嘅普通人都唔敢試嘅元素，好似紅監、高飽和度嘅禮服、正紅、寶藍、翠綠、誇張嘅復古耳環、性感嘅露膚設計。佢嘅穿搭邏輯就係聚焦同放大。即係衫喺個身上就好似用咁襯托同加強咁本身嗰種澎湃生命力嘅舞台裝置，所以你學嘅着衫，如果你本身嘅硬件唔夠突出，好容易會俾喺衫搶晒風頭，就會顯得好嘅自信。但着佢哋身上就真係人三合一，氣場爆晒出嚟。所以佢嘅風格密碼就係我知道自己邊度最靚，仲會毫不吝嗇去展示出嚟。趙露思就好似淡色水粉咁，成個人都包住咗柔和嘅氛圍入邊，係低對比度美學嘅代表。佢塊面線條圓潤順滑，軟組織又飽滿，俾人一種完全冇攻擊性、好甜好嫩嘅感覺。佢哋美唔係靠某一個五官特別出眾，而係成個人感覺好和諧、好親切，就好似水粉畫咁顏色之間咁嘅生硬嘅界線係柔柔咁混埋一齊。所以佢最突出嘅造型基本上都係出現咗私服同埋甜寵劇入邊。馬卡龍式嘅針織開襟衫、毛茸茸嘅衛衣、碎花細裙、軟綿綿嘅貝雷帽。佢着衫嘅重點就係包裹同埋治癒人心。啲顏色都係柔和嘅，奶黃色、baby 藍，質地都係嗰啲軟綿綿嘅羊羔帽棉質嘅，成個感覺就好似一杯全糖走冰嘅奶茶，甜得啱啱好，令人好想埋身。所以佢嘅時尚法則唔係要有衝擊感，而係要營造一種令人覺得舒服又中意嘅氛圍。咁我哋普通人應該點睇自己嘅對比度呢？首先要問下，你睇五官係咪好分明搶眼，定係比較柔和佢哋突出？你着純黑色，你係咪比較享受啲人群入邊做焦點，定係習慣留喺令人好放鬆嘅舒適區？但係無論你係鐘楚曦嘅濃墨重彩，定係趙露思嘅輕描淡寫，都係獨一無二嘅美。最重要嘅其實唔係我哋要追求邊種風格先至夠高級，而係要認清你自己原本嘅畫布究竟適合用邊種顏料。我哋一定要隸屬於自己嘅對比度入邊盡情咁去揮灑。佢到嗰陣時，你人生嘅畫面先至係最動人、最自給嗰幅。